讲台语当着时，学台语嘛当真趣味。来看李江曲基金会举办亲子音乐会，演唱的歌曲拢是用上基础的生活台语词，希望带囡仔大细会当来唱歌、轻松学台语。 春天伫倒，灿音节用简单的乐器、无插电的方式，将对自然的想象写入去歌词内底，向囡仔小解规则的变化。发起人陆家静表示，5声是互囡仔上好学的乐音。瑞咪嗦拉西瑞咪，伊无一个落去土地的感觉，因的 imagination， 因的想，迄个空间会较大，幼幼的迄个伊打蹦出来，吼，伫写顶悬嘛是有春天，啊，伫个。 尾牙学蝶闪闪的时代内底，互囡仔讲安尼听会使去连接讲啊，因若去爬山的时阵会当看到讲春天就是对这个所在咧，甲咱讲已经来啊。李江曲台语文教基金会举办亲子音乐会，邀请灿音节甲台语乐乐团，以小朋友的角度唱歌，小解台语歌词。台语乐乐团团长表示，对生活语词学台语是上好的入门方式。 哦，高早就是咱台湾人甲人小少问的一个讲法啦，哦，啊，就是算讲是较有台湾特色的，哦，包括伊的发音嘛，也是讲伊的迄个意思。我的想法是讲，囡仔其实伊的接受度其实足快的，哦，啊，所以你互伊啥，伊其实就当吸收啥，哦，所以其实阮咧做的时阵啊，阮的理念是讲，阮尽量做大人嘛教伊的囡仔歌。 除了唱歌，这个月才拄出版的台语录出任务发光的宝石，佮用故事加游戏，甲一首一首的台语囡仔歌斗起来，互亲子用更较活泼的方式学台语。记者麦上英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